今仔日，我拄着一个同事，即个同事呢，进前就对我讲台语诚有意见，毋过伊对我本人无啥物意见，伊阁诚配合我这个人，因为我定定会摕一寡洗手巾，去公司，互人免钱使用。伊嘛有，伊嘛有想着，伊嘛有观察着，即种啥物人伫啥物人伫背后付出，伊拢知影，而且嘛做肯定。毋过毋过我伫讲台语即方面呢，伊就诚无肯定。因为伊虽然伊台语嘛诚好，毋过伊就无凊彩讲。我是有听过讲，伊对别人还是电话内底有讲台语，而且伊嘛有讲过家己叫，安尼其实听起来就是会晓讲台语的人。毋过伊对我拢是讲华语，虽然我毋知影为虾物，可能伊是想讲无好就莫讲啊，因为听甲诚艰苦，就是即种足单纯的原因。所以伊可能就想要甲我挡，希望我莫安尼定定讲，互伊听着伊诚痛苦。今仔日，伊平常时就即种态度。第一届的时阵呢，我是诚艰苦伫流目屎，想讲哪会安尼甲我泼冷水。我嘛虽然讲较无好，嘛毋是做啥物天大地大的歹代啊。只是伫练习嘛，想要创作讲台语的环境，而且一开始开喙讲，当然就是会有诚济，互伊听甲诚袂顺眼，诚袂顺，耳孔听甲诚艰苦，拢有即种现象。其实我嘛毋是逐工拢对伊讲话，我是对别人讲话啊。我想讲对伊影响嘛无遐大嘛。我知影伊无介意听台语，我嘛袂讲去找伊讲台语啊。毋过伊今仔看着我伫滴水间内底，甲一个同事，我和伊用台语来交流。即个人呢，伊就开始讲用华语讲，你伫讲啥我听无？用华语讲就真正想讲，你是啥物意思？你若用台语讲我就想讲，我一定会讲，无你甲我教，你互我练习，你著定定甲我讲台语就好啊，我就会愈讲愈进步。毋过因为用华语讲，就感觉是一个拒绝，就是希望讲你莫阁讲啊。毋过因为我即摆较有力量，我知影讲毋免讲计较足可怜的，希望大家同情。这是无需要的，因为力量伫家己的身躯顶。所以我就甲伊讲对，我即摆就伫练习。我若讲我伫练习台语的话，伊会使安怎？不准你练习嘛，因为我练习的对象嘛毋是伊啊。毋过伊早拢讲啊诚可怜，讲我着足尽力啦，我定定去找家教安怎，讲遐可怜，伊会想讲甲我有啥物地带，颠倒互人讲不耐烦。我即摆就换一个态度，就是讲，我讲无意是我家己的信念，是我家己爱安尼做，所以是我家己的代志。若你无认同，我嘛无强迫你做啥物互我顺眼的代志拢无啊。我只是做一寡我想要做的代志。你若讲无想要看，其实就莫看，莫管嘛，莫管别人。就亲像讲看着同性恋，就有人会
走来安尼，甲你管东管西，其实迄是别人的代志，你无需要安尼讲一大篇。我嘛想讲，其实我若讲台语练台语啊，除非伊就是对象，伊着听啊诚艰苦，还是伊听无，伊可能阁有资格讲安尼，去斗啊，毋过伊嘛毋是啊，伊嘛对啊，我就想讲，所以我爱有我家己的力量，足坚持，足坚定。以早想讲我唱，足想我足想讲做歹代志，诚歹势。台语讲无好，阁替互人念。迄个时阵心肝内想的拢是足歹势。我足可怜的，我哪会安怎练？别人嘛是甲你嫌，甲你嘛甲你安怎讲嘛甲你念。即马都毋是安尼啊！我台语好甲无好，我用啥物方式，互我会当加讲台语，这是我个人的代志。别人你着管好你的代志，你爱讲华语，你着去讲。你毋免去干涉别人。讲你为什物要学台语？会使问即个问题，但是是因为讲交流，好奇，这会当。毋过若是讲你着讲无好，为什物要讲？即种就无需要安尼。我讲无好，我阁需要甲别人交代吗？其实毋免啊。我爱交代的，就是我家己尔。我即马嘛白讲，做想讲为什物伊爱安怎想啦？伊哪会要安尼想啦？是安怎？嘛免去探究遐济。就是讲，迄是别人的代志，别人的心。毋过我家己有我家己的人生爱过。别人安怎想我？伊爱安怎想我这个人，就互伊去想。我毋免甲足侪心情，囥伫讲希望大家学了我这个人。这就是要安怎讲诶？我即马就是开始讲，以早足想要证明家己，证明家己诚够，希望向所有诶人。身躯边诶人、大众去证明，为什物后来诚痛苦？就是因为讲我无法度证明啊。大家感觉你诚赞的，原因可能就是趁大钱，带大公司，搁做大官，买厝有钱，好呀。安尼人较会讲这个人袂歹，也无就诚出名，做啥物代志做甲做有一个成绩。毋过像我安尼练台语写小说，若写小说无讲拼甲第一名，拼甲会当有一个名声，大家嘛想讲你诚厉害。足有耐心的搁写迄小说足久拢无写文章，你搁有一个人竟会当写落长的小说，就是安尼尔。所以以早诚痛苦，就是想讲，证明家己的能力，但是拢无法度证明，就诚痛苦。我就定定会想讲，我会晓唱，甲做诶人甲阮翁甲因家做诶人，我讲我点上新诶歌，上新诶歌，互因知影讲我足厉害。我会使去上旧诶歌，啥物歌拢会晓唱。为什物爱安尼表现呢？其实都是为着想要证明家己是无共款诶，家己诚厉害，诚够。这就是以早我。
我以早就是安尼想的，毋过就定定痛苦，因为我嘛毋是讲唱诚好的人，你点遐新的歌嘛袂当证明啥物，所以我就定定感觉足空虚、足痛苦的。即摆咧，因为学台语，我熟悉着江文赞的两个拢阿母，两个阿母。我发觉讲因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两个人拢足想要证明家己，想讲伫个 Clubhouse 去开一个房间，真有人去，无就是讲会当考试考调认证，佫会当做老师，佫会当有影响力，其实拢有，佫有讲想要甲因的囝儿逝世，囝儿甲伊教甲遮厉害，拢是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要证明家己是足优秀、足够的。毋过就变讲，因为两个拢想要证明家己，拢会不知不觉中会相达，看这人无顺眼啊，这嘛无顺眼，遐嘛无顺眼，为何看我袂安尼无顺眼呢？因为我即摆嘛无想要啥物证明我家己啊，我即摆只想要台语讲较好诶，莫安尼定定互人念看别人诶目色，就想讲会使加听加讲，讲较顺诶，就即个简单诶愿望。其他两个阿母就是台语讲较写叫，佫伫学台文字，佫伫创作，佫会当教册、教台语，所以拢诚厉害。毋过诚厉害，就变讲嘛有其他诶烦恼，嘛会想讲，为虾物别人伊认为安尼，我无认同，所以讲，就是讲我诶心无好好修炼修行诶话，烦恼是一个接一个，就亲像讲我即马台语讲也背诚好势，就开始有昨即个同事，今仔即个同事做哩，佫倒一个同事，就会开喙讲你为虾物要讲台语？因为讲佫无好啊，就无惯势讲诶人。当然我就想讲，就是爱为讲袂惯势，但是佫坚持讲，较会豆有即种环境嘛。安尼若平常时拢不爱讲念啾啾，就亲像英文共款。你学佫较侪英文，就无开喙讲。大家拢嘛知影，英文你若无开喙讲，讲英文要练啊偌好是无可能的。大家对英文有即种想法，毋过对台语就想讲，哎呀，听甲耳孔足艰苦的，就莫讲啊！讲安尼我就听无清楚。我即摆就是讲，我若讲我的信心无建立，帮助一寡思考，一寡退下，互家己会当转变我的思考。若无的话，就昨拄着一个人甲我呛声，今仔佫拄着，佫烦恼讲明仔载，每一个人拢亲像我的冤仇人共款。其实毋免安尼，就是讲，有替人刺客是好代志，就是有人刺客，我才会讲，一直坚持去请家教，想讲我的音爱讲啊真正确。若是无即个刺客，我就可能就会用听呀，去讲啊，但是袂去学啥物台罗拼音还是罗马拼音，因为学这真正是足无聊的，一直练，佫讲甲佫佫走进去。若讲我今仔开喙，每一个人听甲讲。音拢毋对，毋过拢笑笑。我可能就是亲像Clubhouse顶头的
网友共款啊，拢是讲不要紧啊，我讲有顺就好。嘛无想要去学拼音啊，学台语啊，因为想要去学这，就是为着要互家己的音，讲较大吼，较袂走音去吼。所以讲，嘛是拄好有人甲我刺客吼，我较有即种需求，就是常常听常常去学去练吼。毋过若讲变成足惊别人刺客，有人刺客就做艰苦做自卑。其实嘛毋免安尼，真正毋免安尼。我嘛毋免管讲啥物人台语好台语无好有资格甲我念无，拢毋免。想要甲你念的人这人就会出现。为虾米呢？因为咱的志向我的志向是我家己创造的。我若一直真惊吓，讲每一样拢是对母语拢真反感拢甲台语当做讲不如做基层做一个语言所以大家拢爱讲华语，对台语足无友善的。我若安尼想的话，当然我就会创造安尼的时限嘛，安尼的世界所以讲我即马就是改变。我就想讲，对，我就是爱安尼做。我就是讲台语，虽然讲有人想讲，你讲台语我有困扰，嘛无遐hạn啦，你真正问我嘛是讲甲你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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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甲伊捌嘛而且我嘛无讲拢无讲华语，其实我嘛是会练一寡华语内底练一寡台语因为嘛讲也袂晓厉害啦所以讲咱定定就是这其实嘛是咱社会一个意识一个观念。咱人拢爱甲家己上好的一面表现出来。你若有讲较袂晓的较袂晓的所在，还是较含慢的所在，较有缺点的所在，爱藏起来。莫伫表面，莫伫大家面头前龟壳扫出来，龟尾扫出来，这是大众的观念。当然，这观念毋好，这毋是真好的观念。毋过这就造成讲，我今仔讲台语讲甲安尼无真好。我嘛照讲，有的人其实无欢喜。为什物伊无欢喜？因为伊就是定定家己上好的一面，展互别人看，家己自卑的一面藏起来。伊有即种思想，虽然你嘛是讲无伊足侪缺点嘛是互人看着，毋过咱讲的是伊家己的信念，每一样观念甲信念无共。伊若信念是安尼，就讲无好的物件爱藏起来，莫互别人看着。伊若看着我安尼，台语讲啊无啥好势，佫遐爱讲互大家听，听一寡讲无练转、讲无顺的台语，伊会真反感。为什物遐反感？因为伊的信念就是讲，人伫即个社会，就是爱甲上好的一面，家展出来。歹的一面爱藏互好，莫互别人看着。当然，伊若安尼想，伊是生活着较艰苦，伊会定定烦恼讲我是毋是衫裤无穿好倒位安怎会去互别人看着无？
所以讲有时阵伊是伊的信念的问题。我若对我来讲，我就是做我家己，因为我今仔去讲台语真正毋是等啦，毋是等讲我有传承母语，我知影母语要安怎讲，我相信诚侪人虽然台语诚好，毋过伊可能连母语拢袂晓讲，因为这是较学术，这是较无听过的事嘛。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伫咧厝可能嘛袂讲母语这两个字，所以讲我即摆讲台语，毋是为着要登济。我今仔若为着要登济，我就会痛苦。就亲像讲我写小说，是想要讲，大家对我足钦佩，毋过发觉讲大家都无想要看，无爱看，当然就逐工诚痛苦。因为我希望我写的小说是，互大家看，互大家学乐，大家想讲你写这，我对这主角足有感情呢。我是希望有即种代志发生，所以讲无如我意的话，我就开始逐工拢足艰苦的。有一个期待。毋过我即摆台语咧，我就有转变。我毋是为着要证明啥物要证明啥物其实台语安怎讲，甲迄种自细汉拢有伫讲的人比起来，迄腔口就有一个差。所以我嘛毋是为着要证明啥物代志，我就单纯一开始就想讲去学一个物件。学物件有进步，就毋免讲期待讲，甲我的希望拢放伫别人的别人的身上，就是投资家己去学物件，就选一个家己会当学，即摆学的嘛诚趣味嘛想讲家己会使做诚侪代志，家己认为做有意义的代志。无需要大家别人的认同，所以讲，因为我学台语、讲台语、练台语，毋是为着啥物较特别，想要互别人看，想要表示啥物，要证明互别人看，拢毋是。所以讲，都无遐痛苦。虽然讲。一开始开喙讲台语，会听人讲恁袂使莫讲无？迄个时阵实在是，实在是足死志的，足跳泼冷水迄个时阵是足艰苦的。毋过就是讲，这拢是过去。我就知影讲，以后我若拄着有人讲无啥顺，我就袂黑白安尼。靠势讲你哪会讲无好，拢袂我有耐性。若有人批评讲我台语安怎，其实我若讲会当接受就亲像今仔家教老师讲的，伊感觉我袂歹伊讲我有法度接受别人的指导，伊会讲我即个发音安怎，我就试看觅我的缺点就是下课无去练习啦，就等上课伫咧练尔，安尼进步较慢啦。我就紧一两个我知影，像迄我爸我爸我爸就是这爸我爸我爸就是会记的练的尔，像伊的。一月两月就一直白记练即摆就是好会记的，好练。若讲，就是讲，去练这台语有进步，加看一寡台语的事文化，
以后嘛，当然就是爱豆豆仔写，用台语来写物件。这拢是为着讲这台语袂歹啊，我嘛拄啊好有即、个机缘，会当愿意学，搁有资源，嘛找着老师，就拄啊好安尼，学起来嘛趣味趣味。其实就是安尼足单纯的，别人安怎讲，着伊会使讲伊的，毋过我无一定爱听，我会使做我家己。为学台语即个代志，我着有豆豆学着，学着就是我着是为家己去做代志，安尼上在。我若今仔写小说，还是讲今仔想讲要开一个学会，台语的学会，希望讲足侪人伊的品牌，即个学会的品牌，愈饲愈光，毋过有即种希望真正好，只是讲若今仔有人都无看着，因为爱看着一个品牌是爱开钱的，无就是有人看着的人爱看看，我对台语囝仔无兴趣，安尼其实会足失望的，着讲我做足侪代志，付出足侪，我物件嘛诚好啊，怎会大家拢安尼无义无义？就亲像我当初是写小说共款，我嘛想讲写个足认真、足拍拼，而且写甲诚好啊！毋过就无合别人的口味啦，是讲起来是真正的。所以讲，逐工去望别人讲别人看，有别人感觉诚好，较会加入。我若依赖即种代志的话，就会无快乐。所以讲，我即马就是改变，就是讲为家己去学物件，创作咧嘛是为家己创作。我豆豆去学习即种心情的转变。你想讲写台语啊，甲台语有关系，就看的人本来都足少的嘛，所以这嘛无啥，就会当接受。所以讲，真正的就是，就是讲，有时阵有即个才调伫遐，希望就较大，毋过嘛会有痛苦。你像我写花文的小说，因为我嘛诚够写，我写会无人兴趣的人足少，我就足艰苦的。即摆台语的话，我本来就较无遐厉害，我就会当享受讲，我家己看家己进步的快乐，毋免去互人比较。虽然讲一开始我嘛会比较，讲伫台语房有啥物人讲甲比我好，这人讲甲我半斤八两，我就会较注意这个人。其实拢毋免啦，毋免去算台语好的人偌济，台语无好的人偌济，根本毋免。因为我当然希望台语房的人台语拢诚好，安尼我学的物件较学的正确嘛我即摆就是想要做啥物代志，就是为着家己毋是为着讲互足侪人看到的，互足侪人讲证明家己虽然伫倒位失败但是搁伫倒位搁爬起来啊！其实毋免安尼，就做轻松、做自然、做家己。有时阵咧听赛事，我就想讲无我就来去做读册会，用台语来做读册会，
其实安尼嘛袂歹呢。我着嘛会使伫 Clubhouse 开房间，虽然开房间可能讲的物件足无聊，而且佫用台语讲，毋过嘛袂要紧啊。我嘛会使录起来做一个 Clubhouse，毋是讲毋对，做一个 Podcast。当然就是爱台语，爱程度较好一煞，安尼会使开始来做。就是讲，用台语来讲赛事的，赛事的读册会，就安尼对 Clubhouse 还是 Podcast 来讲，就诚合。为虾物诚合呢？就是，你无文字伫遐，较袂讲有版权的问题。虽然我是用读册会有去念，毋过我相信讲，以讲赛事学会啦，是袂遐严格。讲你怎呢袂使其实我嘛是一个好意，嘛是家己练台语啊，佫会当讲赛事嘛是足重要的物件。我嘛因为讲爱准备爱讲。我就会哪看赛事，讲哪学台语，拢甲即物件拢结合起来。若一时无人看，即拢诚正常，无人看无人听，即诚正常啦。无伫卡10年以后，有人有需要伊会听。伊可能嘛想要学台语。佫想要知影赛事，有即种人，伊来找着啊，会当听，安尼诚好啊。因为对我来讲，我都毋是像写小说共款，讲我要找一个知音，找一个观众，来看我的小说，为伊服务，都无呢。我即摆若安尼用赛事去讲，用台语讲赛事的册内底的内容，其实就是为着讲我有一个想要做的代志，一个目标。我有即个目标以后，我做啥物代志，讲我会使有一个为着讲，就像讲我教囡仔读册，我去加入即个 club 内底。加入以后，我就是讲，去领一个，一个月领一本册，安尼我就一直豆豆练习。安尼练习对我来讲是有帮助的啊。我即摆就只是想要做安尼的代志，嘛毋免讲会足赶紧，嘛毋免讲想讲压力足大，拢无。就是讲，甲我即摆学习的物件，拢家己。拢会使家己做一个运用，就是安尼尔。所以讲我即摆，就是有一个目标，即个目标毋免讲依赖别人，讲我想要找着一个知己，嘛毋免，都家己做，对家己有帮助，家己会使学一寡赛事，学的，佫会当用讲的。安尼，佫顺续会当讲去看即个册，佫会使练台语，以后当然嘛会使用，用台文去写一寡赛事方面的创作，即拢会当啊，即拢诚好啊，而且就是改变，改变就毋是讲，别人安怎想，就是做别人安怎想，就代表讲我做这个代志是成功还是无成功，是有价值抑是无价值。其实我今仔开喙讲台语，我去学母语、学台语，有价值无价值，毋是看着啥物人讲啥，互我一个分数，拢毋是，拢是家己较有法度。我家己感觉家己有价值，我就有价值。就是安尼，爱转来家己的内心，爱问家己，毋是看别人的看别人的面色，像
今仔早起就有一个台语科仔的阿母，伊就甲我问讲，你昨有好无？我想讲，昨嘛无发生啥物代志啊。伊就讲，昨是咱伫房间内底 club house 房间，是有一个别人伫讲嘛就一个阿母伫讲。我就做热心的去甲伊主持啊，因为我想讲拢无人讲话，无我就讲两句啊。虽然讲台语安尼破破，可能无诚好，毋过嘛是学讲嘛练讲。我阁有讲，会当小改一个咱这房间，小改阮即个房间啊，因为有足侪新朋友突然间入来，入来。上尾有讲关房，有讲会使拜托某物人甲阮关房，就是诚热心，甲我讲话即个阿母啊，伊就做烦恼讲安尼有互啥物人袂爽无？我就想讲，这代志对我嘛无啥物讲，我嘛袂去想遐济。为什物袂去想遐济咧？因为就是讲，我平常时嘛袂想讲，这人对我有满意无满意。我伫即个房间是足侪人诚需要我，还是无？我拢袂去想这，所以讲若伫即个房有人甲我摆帖，其实对我来讲嘛无差，伊就莫讲，摆互你摆，阮拢家摆了了，我的目的就是甲人无共款，别人有可能是讲，做想要大家认同啊，做想要大家甲伊轻福，都想要甲伊对，甲伊做一个leader安尼，甲伊当做台语阿母科仔院科仔内底的 leader，毋过我无即种野心，我嘛无即种想法，我就诚单纯，就讲无人讲话爱来讲的，惊无人关房，也袂要紧，就加反复一寡，无安那落跑，无人顾房间要安怎就是到遮有时就有一种认同感，就会开始烦恼，烦恼这厝无人讲话，即个房间无舒适还是安怎？其实，所以讲，若别人心内袂爽，对我嘛无影响啊，因为我无追求讲，大家认为这个人诚好，表现诚好，无亲像进前。甲阮翁因家做去 KTV 唱歌，迄个时阵点即个歌，就想讲大家带一条，讲我诚厉害，迄个时阵就定定有即种想法，所以讲会拄着啥物代志，别人的反应拢有差，对我来讲。毋过我即马就是趁一个机会，互我家己练台语，我嘛无想讲即个房间。我伫内底地位的排名，嘛毋免讲啊，台语还袂学好，哪有可能有啥物排名？只是时间有较长，嘛较热心，较热心，所以会讲加做一寡代志，就时间还袂开始，就紧入来居伫遐，先开房间，其实先开房间嘛，毋是为着啥物地位啊，所以我就真正毋免惊别人，心内安怎想。伊安怎想，其实袂影响着我今仔学台语、练台语。若今仔讲，今仔若讲阮同事，我开喙讲台语，伊去甲我当，当然即就影响较大。颠倒是即种时候，较有影响。别人心内心会袂爽，讲这人是当作家己是主角是想要抢房间是无？
别人安尼想，其实对我就较无啥物影响啊，因为阮本来就无对这房间无啥物特别的啥物想法。毋是讲我即马诚侪房间拢做 moderator 拢诚好诚爽，其实无啦。就是有机会听一寡人讲台语培养一个加讲加听安尼甲我家己刺激一个，就是定定可能拢是听广播电台嘛爱哪换一寡口味安尼会使会较有印象，就是安尼尔啦。所以讲变讲，若我落飞转来我家己内心会这目的会达成袂完成，拢是会靠家己毋是看别人的目色，看别人的目色所以讲安尼就足自在啊。我嘛是想讲，我读册书有时阵讲读册书介成功无好好读，我嘛会使趁这机会，甲我学的台语甲册书甲伊合起来，这嘛是诚好的代志啊。所以讲做啥就是为着家己，家己会当家己认为好，安尼就好。转来家己内心，转来找家己，其实听起来足简单，毋过这过程中间，其实是嘛经过足侪迷失，诚侪痛苦，诚侪误解，诚侪白了工。迄拢不要紧，甲台语共款，学台语、学讲台语，拄仔袂晓讲，愈来愈会晓讲愈来愈进步，拢共款，拢只是一个过程。只要我着认为家己愈来愈好，我找着家己，有看着家己的价值，对，就是认为我安尼做是有价值，我这个人这个灵魂是有价值的。这就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若找着嘛有实验啊，嘛有即种的经验，我会记甲搁较牢，嘛搁较会相信，安尼就是上好的代志啊。